咁狗狗會唔會妒忌？你返到屋企摸第二隻狗，佢就咬柴咬拖鞋唔理你，呢啲係冇定係妒忌？答案係狗狗唔止識妒忌，仲可能妒得好直接、好情緒化。根據近年科學研究，狗狗的確會因為主人對其他動物或者人表現親密而出現一種競爭性情緒反應，呢個反應同妒忌非常接近。2014年，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C San Diego 做咗一個實驗，研究員觀察36隻狗喺主人面前同一隻無傭玩具互動時嘅反應。當主人抱住講嘅或者撫摸住個仿真狗玩偶，成群狗狗出現咗好強烈嘅反應，包括一衝過去推開玩偶，二企圖插入主人中間，三咧有冇仲會低吼或者輕咬玩偶？而當主人只係對書講嘅，或者係對住一件塑膠桶講話咧，狗狗就冇反應啊。換句話講，狗狗唔係盲咁發脾氣，而係真係分得出主人對邊樣嘢有感情互動，佢就會感到威脅。狗狗之所以會妒忌，有幾個原因。第一咧，佢哋係高度社交動物，同狼有親戚關係，群體中資源，例如注意力、關心、食物有分配次序。第二，狗狗同人類咧經過長期共存，演化出咗一種依附關係，即係你就係佢嘅主心骨，甚至有啲心理學家形容主人係狗狗眼中嘅安全基地。第三，狗狗雖然冇人咁複雜嘅心理活動，但基本嘅社交比較、地位焦慮、獨佔欲係有嘅。你可能會問，咁我摸第二隻狗，點樣安撫翻我隻狗唔好妒忌？以下幾個方法有效啦。一，先照顧自己狗狗情緒。當你喺第二隻狗之前，不如先摸翻自己狗仔幾下，令佢知道自己仍然排第一。二，避免偏心畫面發生太頻密，尤其係自己狗狗望住你對第二隻狗移情時，唔好過分演戲式抱抱。三，用正向行為取代妒忌反應。如果佢冷靜等你再理佢，記得獎勵翻，例如一句乖啊等等好睇，加摸頭。四，保持公平互動啦。如果屋企有多隻狗，記得餵食陪玩時間要盡量平均啦，唔好太明顯偏向某一隻。總結，狗狗咧係會妒忌，尤其係佢覺得你嘅注意力俾佢第二隻狗、第二個人，甚至一部手機。佢哋唔係無理取鬧，而係真心覺得你係我哋人，點解要分心俾人哋？下集我哋會講啦，狗狗識唔識記仇？佢會唔會記得你睇過嚟，話你唔理佢？我係 Melody，呢度係10分鐘健康狗狗，下集再見。